我話俾你知，頭先你飲嗰啲參茶，我已經落咗天下第一奇毒，一含包散。天下第一奇毒，幾時輪到你哋一日冚包散？應該係我哋唐家嘅含笑半步釘至啱。廢話，我哋一日冚包散係用7種唔同嘅毒蟲，再加埋鶴頂紅提煉7749日而成，無色無味，殺人於無影無蹤。我哋含笑半步釘係用蜂蜜、川貝、桔梗加上天山雪蓮配製而成，無需冷藏，亦不含防腐劑。除咗毒性猛烈之外，味道仲好好添。食咗一日冚包散嘅人，一日之內會武功全失，經脈逆流，胡思亂想，以致走火入魔，最後會冚包散晒而死嘅。冇錯啦，而食咗含笑半步釘嘅朋友，顧名思義係不能行前半步或者面露笑容，否則亦會全身爆炸而死，實在係居家旅行，殺人滅口，必備良藥。